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我们经常说红绿市场这么多散户进去了，这么多金融消费者进去都不赚钱，那到底谁赚钱了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谁赚钱了。财新网8月3号刊登一篇报道，叫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收益率5.76%，连续9年录得正收益。8月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披露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5年度，截至2025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3.52万亿元，其中地方养老基金全年实现投资收益142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这个财新网会解释什么叫地方性养老基金，还有什么中央全国养老基金。从这个看啊，咱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3.52万亿啊，所以很多人总是担心说未来哪一天什么养老保险断了，这个不用担心，10年之内不会断的，10年之后不好说，在至少10年之内是不会断，你不用担心，后面还有办法。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10年之后它就断，不要有这个想法。你先看看人家是怎么赚钱的。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收益率是5.76%，比存银行要高得多，银行在2%都不到，对不对？1%点几，它是将近6%啊。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也正好9年。2016年12月受托运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亿元，就地方的养老基金已经赚了5544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就当这个机构金融消费者赔的裤衩子都没了，对不对？公募基金赔的裤衩子都没的时候，反正这个地方养老基金平均每年是赚5.14%，超过年均保底收益率2.63%，约2.51个百分点，就是超额完成任务。他们委托运营，它保底收益是2.63%。拉长周期来看，地方养老基金历年收益率随资本市场环境波动，也就是随我们的红绿市场在波动。2017年5.23%，2018年是9%，2019年是8.3%，2020年达到了11%，2021年4.88%，2022年0.33%，2022年那3年有多少这个股民在赔钱？公募基金的都回撤30%啊！就这样惨的情况下，是吧？人家地方养老基金还能赚0.33%，那2023年就2.41%，2024年5.52%，2025年是5.76%。你看，即便在2022年到2023年 A 股持续调整阶段，基金收益依旧维持正值，实现连续9个完整年度未发生亏损。什么叫旱涝保收？这就叫旱涝保收。5.76%的2025年收益率，处于该基金历史表现的中游水平。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为地方养老基金与风险基金2大板块。地方养老基金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委托社保基金会管理的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等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结余基金及其投资收益。社保基金会对地方养老基金实行单独管理、集中运营、独立核算。什么意思？就是咱们的社保基金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的养老基金。你在安徽交的，你的养老交到安徽了；如果你在江苏交的，你那个钱交到江苏了。但是江苏的养老基金、安徽的养老基金，他们都要委托给社保基金会来管理。统一管理、集中运营、独立核算，各是各的账，但是由社保基金会统一管理。好，风险基金指什么呢？风险基金是委托期满、高额收益按比例计提形成的资金。就比如说你安徽的有3000亿地方养老基金在社保基金会来管理，结果一下赚了300亿，但是它的保证最低保障只有200亿。那么还多出100亿是吧？多出这100亿，按比例就成为叫风险基金放在这儿，万一什么时候赔了，
或者达不到那最低保障的时候，这个风险基金再放出去，给你弥补啊。就很多私募基金，它的管理方式也是这种方式，它给你一个最低保障，超额部分它还提留一部分放在那儿做风险基金，就这个意思。那以防年成不好的时候赔钱，那他就把这风险基金再补回去一些，用于弥补可能出现的地方养老基金实际投资收益小于承诺保底收益时的差额部分。风险基金自2023年正式独立开展投资运营，这个钱单独挪出来，不能混到一起去了，这叫风险基金挪出来，也是各个省是各个省的，放在一边单独账户，这个又单独去运营。实际上就有我们很多人金融消费者在红绿市场也是的，我投的本金是100万，赚了30万，我把这30万拿出去放到别的地方运营，我这100万还是100万。有人是喜欢这么干，那个账户的钱都是赚出来的，这个账户的钱都是我的本金，就这意思。那么风险基金2023年开始独立运营，到现在3年，2025年风险基金投资收益额2.47亿，就是赚的钱再拿去赚钱，又赚了2.47亿。就问你服不服吧？投资收益率2.05%，累计投资收益额7.27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2.64%，都比存银行还强。好，截至2025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3.52万亿元，这是全国各个省加在一起3.52万亿，负债总额0.54万亿。对应权益总额2.98万亿元，结构上直接投资0.84万亿元，占权益总额的28%，委托投资2.14万亿元，占权益总额的72%。分板块来看，地方养老基金资产总额是3.5万亿元，负债0.54万亿元，权益2.97万亿元，风险基金资产总额165亿元，负债总额32亿元，权益总额132.77亿元。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多类长期资金，除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外，还运营全国社保基金。你看啊，刚才那是地方的，这还有全国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及对应现金收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与全国社保基金虽由同一机构运作，但属相互独立的资金主体，收益特征、运作规则存在明显差异。那就有人就问了，那全国社保基金是什么玩意儿？这咱们各个地方都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怎么又来个全国社保基金呢？好，这个全国社保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你看看，所以很多人都被误导了。全国社保基金这里面有一大块，这个钱干什么用的？是专门来应对，不是老龄化吗？老龄化不是年轻人交的少，老年人领得多，不会出现窟窿吗？人家这儿有个全国社保基金，这个钱是用来补充调剂补缺口的。这个钱有哪儿来的呢？这个钱不是交的，这个钱不是咱们交的钱，是在各个省、各个地方养老保险。全国社保基金是它的钱来源是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就是国家拨的钱。第二个是国有资本划转，就把国有股转过来，基金投资收益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全国社保基金简单点说，就不是我们交的那个钱了，也不是企业替我们交的，我们自己交的那个都在地方养老基金，也是基本养老保险。所以这个虽然有点绕，但是他们的钱的来源不一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是来源于大头，大头多拨一点就有了。所以我一直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闷头交，只要你有钱。你说我这个月吃饭都够呛了，那就算了。如果你吃饭嘛，你解决了，有钱首先要交社保，多说无益啊，也很多人他不相信。但是等到你以后你就后悔啊。那么根据全国社保基金2024年年度报告，它2025年报告还没出，截至2024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3.32万亿，这儿又一个3.32万亿，刚才那是全国各省加一起是3.5万亿，这儿又来一个，这是战略储备是3.32万亿。资产配置上，直接投资0.95万亿元，占比28.6%，
委托投资2.37万亿，占比71.5%，投资范围覆盖境内外。全国社保基金不仅在境内投资，境外它也有。境内投资是2.88万亿元，占86.8%，境外投资0.44万亿元，占13.2%，基金负债总额0.41万亿元，权益总额2.91万亿元。那么全国社保基金，因为它可能是投资相对激进一点，它还赔过钱。收益层面，全国社保基金业绩波动显著，历史上出现过年度亏损。近年收益率依次为2020年是15.8%， 2021年4.3%， 2022年是负的5%， 2023年0.96%， 2024年实现投资收益2184亿元，收益率是8.1%。基金成立以来长期年均收益率7.4%， 累计投资收益1.9万亿。你看看，我们全国社保基金一共是3.3万亿资产，这其中有1.9万亿是赚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这事吗？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3.3万亿，这中间1.9万亿是赚来的，那言下之意的成本才1.4万亿。国家从大头，从国有股、划拨等等，国务院反正募集来的钱也就1.4万亿，通过投资已经赚了1.9万亿。现在总资产是3.3万亿，这是全国社保基金。那有人就说了，那怎么全国社保基金这么能赚钱呢？那地方好像社保基金好像虽然不赔钱，没赔过，但是好像赚钱就没那么厉害，只有5.点几，对不对？重点来了啊，要划重点，做笔记。重点是全国社保基金是市场，就是咱们红绿市场国家队重要组成部分，投资风格追求稳健回报，持仓周期以年度为单位。重点布局高股息蓝筹标的，其权益类资产投资上限可达资产净值的40%，能够开展全球多元资产配置，风险容忍度更高，容属阶段性账面浮亏，长期年均收益率水平更高。而地方养老基金权益类资产投资上限为资产净值的30%，投资范围仅限境内市场，不得配置境外资产、私募股权等高波动品种，业绩波动相对平缓。华超证券研报显示，2026年1季度基本养老金重仓流通股合计市值420亿元，高股息占比18%，前3大行业为医药生物、基础化工、电力设备。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捋一下。我们所谓的社保基金分2块，一块是地方的，我们交的，企业帮我们交的，我们自己交的。在地方这个社保基金统一也是委托社保基金管理委员会来统一运营，统一这个独立核算。那还有一块就是国家的全国社保基金，而全国社保基金它的钱是来自于划拨，也大头拨出来的。那这2块钱都有全国社保基金会去管理，但是这2块钱的容忍度不一样，一块是可以风险稍微高一点，全国社保基金它的风险高一点。第二个，它可以全球布局，可以买海外的资产。第三个，它投红绿市场可以达到40%，它的净值，比如100块钱，你可以拿40块钱到红绿市场玩，配置在红绿市场。而这个地方社保基金，它100块钱，它只能拿30在红绿市场玩。所以说动用额度不一样。这第二个，地方的社保基金它不能拿到国外去玩，只能在国内，所以投资范围也受限。但是你看收益率，那现在全国社保基金平均收益率是7.4%，全国社保基金就是咱们老说的红绿市场里面的国家队。那大家知道了吧？红绿市场谁赚钱？我们每一个金融消费者在里面，你都是在献爱心，你都是在为全国老百姓未来退休在做贡献的，你都捐款，这个钱多多少少都捐到了全国社保基金会，全国的社保基金含泪是吧，也是收下了这些，为我们以后养老奠定了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不管股市怎么波动，人家是旱涝保收，平均收益率是7.4%，就够了。要什么自行车？你还要多少？一共是拿出来1.4万亿，赚了1.9万亿，你还要怎么样呢？这谁理财能赶上这样？巴菲特也汗颜，看这个行了。
师傅在这儿，这个平均收益率是超过巴菲特的啊！巴菲特平均收益率好像是5%还是百分之几啊？巴菲特平均收益率不高，不要以为巴菲特他年化每年就是5%往前递进，咱们是7.4%，超过了巴菲特。那为什么能超过巴菲特呢？对吧？当然了，社保基金不是全部投在红绿市场，它还有债券市场，什么市场都有。但是红绿市场只有40%，那红绿市场那一定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那你想想，国家队它不能输啊！国家队救市，国家队来投资，那都是要赚钱的。所以我每次都说，对不对？咱们红绿市场里面有几个，它是不能赔钱的，一个是社保基金，一个是保险基金，还有一个国家队什么汇金临时成立的，进来托底的，这些钱那都不能赔钱，他们都要赚钱。那这钱从哪儿赚的？咱们这个红绿市场是个零和博弈啊，差不多是零和博弈吧，因为对吧？这2年才有分红，在提倡分红，以前分红很少。这2年在提倡分红，再往池子里面分点钱进来，上市公司赚了钱分进来，以前都没有分的，分的少，往出拿的多，都往出拿。金融消费者是把自己账户里的钱、存折、工行的钱取出来往里面放，好多时候也从里面往出拿，国家队也得拿，社保基金也得往出拿，税务局也要拿，财务印花税啊，印花税翻几倍，什么意思？就得从里面拿几倍的钱走。大股东也要拿，人家要变现，人家减持，要含泪去买上海那30万一平的房子，2个亿一套的，都得从这里面拿钱去买。所以你看谁往里放钱啊？金融消费者以为人家往里放也能拿钱，我也往里放，我也能拿钱，结果只见往里放的，没有见谁从里往出拿钱的。我们见到很多义无反顾的把工行的钱取出来，存里放到这个池子里面，他也想着从里面往出拿。但是只要他往里一放，他就源源不断的往里放，还得补充，还得加仓放，但是没见人从里面往出拿钱。谁拿钱？刚才已经看明白了吧？国家队、全国社保基金那些都必须要从里面拿钱的，那都拿钱，谁往里放？那就是咱们金融消费者啊。为什么这个道理不好懂是吗？难懂吗？它就这么个游戏啊！你难道让全国社保基金赔钱是吗？他要赔钱了以后，那社保那不更出问题了吗？所以他不能赔钱。那国家这是来救市的，人家从哪儿融来的钱，借来的钱来救市，你让人家又救市又出力，还赔钱呢？没这道理，对不对？人家来帮忙的，或者你让人家帮忙还得掏钱，那必须得拿着钱走，对不对？那这些钱，那最后还是金融消费者出呗？谁出啊？大股东要减持，金融消费者出。有好多人就说了啊，那量化基金也能赚钱。我跟你说，除了国家队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是没任何毛病。其他所有人赚钱那都是暂时的，让你先拿着，什么时候需要你再还回来。我就不信了，你这点觉悟没有吗？你赚了钱你是暂时拿着，等到国家需要你再如数奉还，完了再加上利息，你再还回来，这样大家面上都好看。那不要逼得国家出手要收拾你，那你不好了。所以你看这个7月份量化基金据说裤衩子都赔掉了。这个量化基金不是说一直旱涝保收也赚钱吗？人家也要学这个社保基金，人家也要旱涝保收。过去几年真的这样量化，它不管涨还是跌，就是指数涨指数跌，量化它都是赚钱的。即使2022年、23年、24年的极其低迷的时候，量化都是赚钱的。去年是吧？去25年很多量化收益率都是60%，就是你10个亿的盘子赚6个亿啊。但是今年不好意思，7月份这量化裤衩子都赔掉了，你也得往回吐。我们看新闻，这个财联社8月5日电说，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多家量化机构旗下产品在7月出现大面积升幅度的回撤，部分产品年内收益由正转负，也今年就是赔钱的了啊，单月跌幅超过20%。具体来看，截至2020年7月31日，梁文峰就是那个 DeepSeek 啊旗下的换方量化9只产品中，它一共9只产品，除9张换方中证500量化，它是赚钱的。就这一只产品是赚钱的啊，赚了多少？你也不要先寒碜，它赚了0.04%。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不赔钱。
因为这0.04%它一交割，那手续费差不多这么多呗，是吧？4/1000呗，它也就是几个手续费的问题，它来回交割几次，这0.04就没了啊。就这一只是赚钱的，剩下的8只年内收益全部高付，也就今年是赔钱。其中量化信谁晋淮500指数专项19号开年以来净值跌幅达到了3.8%，这是全年。那么换方旗下9只产品7月单月跌幅全部超过20%，也就是7月份作为金融消费者，如果你赔了钱，也不要太埋怨自己，不要老怪自己贪呐，是吧？胆小恐惧，连这个没有感情的量化他都赔了20%。不光是量化，不光是换方梁文峰的量化，其他的量化都差不多，因为他们量化的交易策略核心模式都差不多，大同小异，都是抄嘛。所以说梁文峰 DeepSeek 它换方量化回撤，今年白干，那大部分量化都差不多，不会有太大区别。我说在国内玩的，所以谁都不保险了，只有社保基金、国家队。为什么？因为人家制定规则啊，人家既是裁判也是运动员，不行就半夜吹轿子，半夜鸡叫，不行把规则改一下，确保全国社保基金要赚钱，他是不能赔的。所以有很多金融消费者玩到现在没整明白这中间奥妙。我们的红绿市场这些上市公司讲的都是市梦率，还没见到谁真的赚多少，它不像海力士啊、三星啊这样的少，市梦率都是几百倍、几万倍。这什么意思？它都是靠讲故事，这边讲故事它没有办法回馈这个池子，但是这个池子里面也有很多人是必须要赚钱，必须从里面拿钱走。那这池子本来指望上市公司往里倒钱的，对不对？赚了钱往里放，上市公司没钱放，人家这赔钱，那怎么办？那就是金融消费者垫上吗？所以一看池子的水不够了，赶紧忽悠，牛市来了，赶紧，5000年不是梦，4000年只是牛市的开始。现在是向新向优，什么慢牛、稳中向好，都是看着池子的水不够了，赶紧忽悠那些把钱从工行的人，赶紧把钱取出来往里放。你不放社保基金怎么拿钱走啊？大股东怎么拿钱去买房子啊？科技新贵怎么减持啊？你看啊，所以谁赚钱大家明白了吧？在这个市场，国家队不能赔钱，必须赚，社保基金要赚，保险公司也一样，也要赚。他们你把合到一起都叫国家队也行，反正都是裁判的人。大股东要赚钱，他要套现，科技新贵，证券公司要赚钱，因为你每笔交易你要给他手续费，这个抽走。还有谁要赚钱？印花税要给人家给走。还有谁要赚钱？上市公司他要再融资，对不对？他上市，比如长鑫上市一下拿走多少钱？这个钱就拿走了，从池子拿走了啊。人家过2年说啊，我这钱不够了，我再增发300亿，又从池子拿走300亿。上市公司还要增发拿钱走，都从这儿抽钱。你不见回头钱，你只见这些抽走的钱，都要从这儿拿钱走，那怎么办？所以只能苦一苦金融消费者。我看有个网友留言，他说啊，年轻人不要想着靠炒股逆天改命， K 型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7月股市可谓是血流成河，上半年半导体涨幅在1月内全部清零，其中波动最大的是韩国股市，从高位9300多点到今天的6000点，整整下跌了36%，无数散户被强制平仓，濒临破产，其中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但是韩国总统李在明用国家信誉给股市背书，李在明鼓励年轻人上杠杆炒股，很多年轻人也觉得不炒股永远跑不赢房价，决定赌一把，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地鸡毛，好一些的搭进去2、3年的收入，差一些的直接破产，甚至有人跳楼。 A 股和美股也差不多，科技的跌幅均让人大跌眼镜。他说这轮股市我也参与了，我是4月入场，到6月利润率十分可观，但是我太贪心了，没有及时清仓，到现在不仅利润全无，还出现了亏损。欢乐总是短暂的，是吧？现在已经进入回本状态了，希望能够赚回本金。他说这一轮下跌幅度之大之猛，完全超乎我的预料。他说好在我现金流充裕，
也无贷款和杠杆，可以眼睁睁等待股市回暖，挽回损失。但很多年轻人再也没有机会了。网上有人笑称不炒股就赢了70%的人。经过这次，我深刻感受到了为什么普通人无法通过炒股致富。你看啊，这就是多么痛的领悟。现在明白了，普通人无法通过炒股致富。实际上我早就说了，不仅普通人不能通过炒股致富，普通人也不能通过炒黄金致富，也不能通过炒房子致富。普通人不要老想着买个什么东西一卖就能赚钱，炒什么就能赚到钱。你炒什么，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一地鸡毛。如果普通人炒个什么东西就能致富，那谁去送外卖，谁去开网约车，谁去扫大街，谁去拧螺丝。这个作者说，为什么一是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难判断公司的优劣和行业发展。这个不光是普通人，这就是机构，就是基金，他也做不到这一点。专业知识判断能力，这个都是草台班子。所以不光是个人做不到，咱们现在很多公募基金都做不到，那行业报告都是胡编乱造。二是炒股太需要心理素质，一般人真的是承受不了，容易被杂音干扰。现在不是信息稀缺，是信息过载，杂音太多反而干扰了正确的声音。天天盯盘，天天查信息，不断换餐的结果，可能还不如躺着不动。市场很多时候是先射箭再画靶，涨的时候全是利好，不是的，是这样的，是涨的时候利好是利好，利空也是利好，跌的时候全是利空。准确说法是，跌的时候利空是利空，利好也成了利空。所以什么利好利空都没关系，那只不过是个借口，是个说辞而已。说7月各大 AI 公司，尤其是半导体公司财报其实全部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但无论多好的财报，一公布就跌停。你看，利好就是利空，涨的时候天天说站在心里，跌起来马上就说怀疑 AI 的盈利能力，质疑 AI 的高投入能否持续，质疑存储供给未来是否过剩，基本面要变化，至少也需要几年，怎么可能1个月就会发生变化？就拿存储来说，保守估计到2028年才可能出现过剩的情况，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各大存储公司财报一季度比一季度好看，但正是涨不需要理由，跌也不需要理由。所谓买预期卖预期，不过也是舆论造势罢了。毕竟预期不也是主观营造的舆论吗？在杂音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普通人怎么可能顶得住？肯定在恐慌之下追涨杀跌，尤其对于底子弱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作者最后说，他说未来精英和普通人就是两种生物，不再有中产阶级，赛博朋克的设想将成为现实。面对这样绝望的世界，年轻人躺平也没什么不好。不是年轻人不努力，而是这个时代不需要这么多人了。躺平也许只是适应新时代的生存之道，也许最后会出现一个极为讽刺的现象，躺平的人比奋斗的人过得还要好。不炒股不投资不工作吃救济的人反而活得潇洒。这作者这个时候才明白，不算晚。普通人呢，不要老想着买这个一卖，买那个一卖能赚钱，这个一定是别人给你挖好的坑。如果买个什么东西一卖就能赚钱，那只能说明人家给你在这设局了，就等着你来。这么容易赚钱的事情，那在咱们这得需要走门路啊，这都托人找人呐，你才能干得上。所以今天咱们介绍的，你看看红绿市场，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到底在干啥？如果你把格局打开不要紧，你说我给社保基金做贡献，我出钱，全国人都享受了我的10万8万的，没毛病啊。把格局打开，我往里20万捐了50万，这中间有5万是给全国人民养老了，还有45万给了科技新贵，他去买杭州的豪宅。如果你要有这格局，那就行了，那就不焦虑，不内耗，不麻烦，你反而获得一种这个就是道德上的优越感，是吧？但如果你是希望通过这个来改变命运，什么实现财富自由或者掩盖自己失业，显得自己好像有事干，
那你就错了，那适得其反。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所以你看了全国社保基金、地方基本养老保险这些东西之后，你就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啊。所以说你现在有条件一定要去把社保给交上，不要到时候薇薇老师说了大头，到时候真的拨到这个社保里面，就全国社保基金里面，合着你享受不了，那你都亏。那大头可是有你的份儿，就是因为你没交个人社保，大头呢不带你玩了。你说你多亏，大头也是有你的汗水啊，有你的一份功劳，结果到时候大头拿出一点来分的时候，结果你也没资格，你说你找谁说理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